将会切到天公生，高雄玉峰宫人有够济。因讲是人山人海，疫情遮紧张时期，庙方嘛唔敢大意举警示牌啊，提醒大家要注意。咱中原城遐，人也是安尼做棉花线的，迄个所在口就一个感应的，你测试你温度的。防疫措施照起工，乡亲嘛是自我保护。一定要消毒啊！记得随身携带。早酒精佫无够看。戴成口罩哦，我心里比较安心一点。加一言才会安心，提高戒备。要过赶快有人无要无紧。干那顾者人入口有打禁止食食的故事，喙烟扭落来哪行哪食，这款离境情形，卫生局上当会使罚25000块。来看台湾手庙天坛。主席时，乡客上济，除了拜拜以外，未少人嘛是排队咧过平安桥。这阵子疫情这样，想说就来过个平安桥，保平安。我嘛讲新的一年会使好好成风，是讲嘛要提醒乡亲，伫疫情还未退散进前，无论讲参加什么款的活动，拢要秉持防疫至上的精神，千万唔通去为着病毒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